有几多个移工人权团体今仔去到劳动部的特聘中心外口，批评这特聘中心根本就无路用，才会让这中人赚饱饱，一直欺负这移工。车站不过再发起移工游行抗议。劳动力发展署强调，特聘中心有提供双语通译等协助，也会积极要求这个就业服务机构协助移工办理转换雇主。Government wake up! Government wake up! 大声喊口号，叫政府赶紧重视赶私人中介恶质的情形。几位移工人权团体伫大雨中来到劳动部特聘中心外口抗议，因批评特聘中心敢若是菜假的，为属敢若一个修法文中心而已，并无伫咧重视移工的适应辅导等代志。特聘中心它在成立15年来，并没有去逐渐的补足这些的缺失，反而是画地自限，根本就只是一个直聘收文中心，不处理媒合，也不处理后续的生活咨询，只专注在程序上面。相关团体控诉讲，恶质的中介利用移工要转化头家时阵，向移工讨买工费，也向新的头家叫因爱付赎身费。私人中介的本质。这个本质就是毫无任何底线的无止境的追逐利益。政府对于私人中介，事实上它就是无力控管的一个状态。相关团体批评，移工一摕到转职函的14天内，就要到集合站登记，上架广告要换头家，60天内一定要找到头路，若无就会被强制出境，剥夺因的工作权。劳动部已经有限制移工在台湾的工作年限了哈，为什么还要要求移工找工作的时间呢？而且60天的限制，其实连对我们台湾人来说啊，都不一定是顺利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找下一份工作。对此，劳动力发展署回应强调，特聘中心有提供双语通译的服务，也会积极督促就业服务机构协助移工办理转化头家的代志。不过，移工人权团体也是暗算伫咧吹查要发动移工游行抗议，表达对政府无重视移工人权的不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